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93日。有人自己有目標。有目標係同你玩樂咁樣就可以食嘢，可以瞓覺，可以瞓醒，可以發噩夢。好咁樣可以同你玩，可以食嘢，可以好搞笑，我可以知道我發緊夢，跟住你真就知點解，因為係好似遊戲咁嘅。我今日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我好感恩，我好有型，好叻，好勁，好正，好有趣，好活力，好有耐性，好溫柔，好有勇氣，好有韌性，好正直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阿老公陪我返大陸，好感謝我兄弟姊妹同我商量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活潑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趣。咩？感恩魔法啊？感恩啊！我今日好感恩，好搞笑，得我就好多朋友可以食嘢，可以發夢，可以同我一齊感恩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我最有一隻係咪一個？拜拜。